欢喜在地新闻，后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最近这2、3年来，这个中国卡袂着，就禁止台湾的农产品进口中国。今年的4月，中国是针对全世界的业者推出着进口食品的新规定。讲为明年的元旦开始，食品要进口中国，就要以国家为单位，甲中国的海关申请注册。咱的卫福部是紧急来召开着跨部会记者会，讲伫前2天才收到公文，有14类的产品必须伫这个月月底之前，以国家为单位提出着包裹式的申请，嘛要求台湾各业者要赶紧去入平台来申请。要将红菜头、金针菇等14类的产品卖去中国业者的注意啊！中国发布进口食品境外生产企业注册管理规定，针对全世界业者规范，为明年1月7日开始生效，必须以国家为单位整理业者名单，甲中国海关申请注册。伫这个月30日进前必须要提出，才袂影响到未来食品要卖去到中国的程序，提醒业者要注意。都有跟他们联系，但是到前天我们才接到通知，就说在10月底一定要完成这件事情。剩半个月会使申请尔，时间真迫，所以讲经济部、农业会、卫福部联合开记者会，并且为明仔载开始，小年会办7场的说明会，希望讲业者上平台去登记，透过政府包裹式规包去申请，会比个人申请较简单。除了肉、甲肉制品、水产品、牛奶品、燕窝也是燕窝制品，本来都已经得到注册业者注册同款有效以外，包括芳的产品、是完成的产品，总共有14类食品拢有影响到。在下礼拜1，请他们务必要在22号以前来完成登录。卫福部表示讲，受影响业者有几万件，14类产品内面产值有24亿，建议业者赶紧申请，赴政府送件，安尼会比家己送较简单。